翡翠，翡翠，短哦，对，这么短的名字，而且听起来就很高贵高雅。哦，啊，这个不是从故宫偷来的哈。呢，刚刚怡萱姐看起来很像贵妇的感觉。他们2位都是。好，你看你讲啊，贵妇哦，明慧姐就挑了一下眉毛，你去看到，其实动作的来宾系为到你的料理来的，对吧？应该係啊，上嘅朋友咯，上上吼，大家圈上的款，又然又冇然，又然哈，上的款师傅扁面开始一下，變面，變，我要先蜜柑，立竿要建议哦。好，你要找谁？2个你要选哪一个？啊，比较年轻的师傅来做。哦，比较年轻的，比较年轻，火药味很重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还有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嘿，做法跳，今日东北喜我來到呀南投嘅水里啊，也是第1擺來到了哦。嘿，对我来讲，我们系提一摆人生第一次。真的，古松你等一下搞到一堆水里踩你的新朋友。嘿，不是美人鱼哦，水里不是，这个是脚本上硬写的梗，一定要讲的。哦嘿，制作单位很辛苦，配合你吧。也是。對，好，三號輪你來分享到今日評審先生，提前嚟分享到嘅係錢玉鳳錢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黃嘅，大家好阿，峰你好，还有陆准斌陆师傅，大家好，我陆师傅。阿斌哥你好。馬上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站，係表姊妹嘅吼，意見記、兩面筆記。哦，大家好，你刚刚竟然直言他的名讳，對啊，有一名嘅當貼片咧。名讳呢？哦啊。好，莎莎咧分享到的係咱除了今日分享到係表兄弟哦，董習聰還有范剛武。嗨，大家好，嗨放羊放羊。呢種啥係我老朋友誒，頭擺合作後面私家酒來採訪過誒，而且我跟你講董大哥嘅素藝非常的好，哦，做乜嘅？種樸實。做厨師，真的哦，哎，弟弟好像聽了，剛武哥也是嘛，對不對？。是，我是，哦，龍沙總不是都有兩片，啊，你龍沙。我們來聊聊。素質精神。都要水里啊，特別啊，T 擺來吼，係那特別有乜嘅好教誒，好料誒，好食咧，老太太小記下。茶廠嘛，那個 N4 茶條嘛，問一下，因為你剛才講哦，大哥也算很厲害，又訪問過啦，對不對？對。走在老大哥講一下，因為好像聽說習聰哥根本是咩漢音，他是河洛好 OK，河洛 K 河洛 K，剛武哥你本身係漢音嗎？係啱行音，哦，所以應該講您唐聲咯。好，那大家講一下，那道水里兩片哈，水農業嘅素菜係到哪一道啊？誒，叉條嗰度，好像火車站附近好像有個商圈哈。我嘅特別係有個車城老街啦，因為睇下來啊，車城咧鋪茶條區搞了嘅時間，就會順沙帶通順風嘅發展。唔過你哋特別就會因為這麼的點情，又揀這種小鎮的風味，想到太起卡來。先來看一下來到水里啊，特別一聽我新買嘅食材。好，莎莎打開了本大家看下，今日提日頭嘅指定食材咯。哦，你係記得哇，記得吼。過貓。誒，一個等下呢來搶一下，一個牛年老太起來講一下吼，一個記得啊，老人家講嘅過貓，還有雄遠瓜小馬偵查。好，來分享到仲有嘅記得嘅牛年黃蘭健黃太子。王太姐，來，大家好，平常咧好少介一下，因為家下打嘴鼓嘅時間，我想發現到，誒，佢講嘅腔調讓強人哦。同於從容哦，你是你係嫁過來嘅？你係伊芒嘎啦。有啦，今年芒架啦，哦，呢邊幫㗎。你係姓方嘅係係啊？我新豐音。啊，今年用為攞推薦你啊過貓啊。哦，因為我哋下度嘅面好農場做廠長，哦。誒，啊，你下結菜有冇多係面好嘅最多嘅結菜？水到嘅，好。呢度提起那個水沖不動適合嘅結菜，哦，好種毛啊！都好做。香港水里啊，特別係啊，結嘅最大產區。最大產區哈。佢係最大嘅產區，佢頭到每年都差500公噸。啊，公噸哦。誒，公噸，誒。哦。啊，佢仲有面積有50公頃。哇！特別呀，水里啊，特別嘅各方面嘅條件都當好，合適佢來生長。錯。好啦，既然一個結嘅，我相信太子係咪當素食？唔過你到水里嘅結嘅，通過特別嘅甜，特別嘅甜。點樣看啊？蘭健之後帶來乜嘅好食嘅醬太家？哦。這是清炒嗎？那種沙拉。沙拉涼拌誒。好，太家來吃吃看啊！吼。哦。都嫩嘅。誒，都嫩哦。你家下上講會細細，結果唔會有嫩超哦。嫩。啊，佢已經肉未凍到哦。對哦。還有換個沙拉凍好食啊。
伊摸袂杀啦，袂当好食。伊连逛都懂抡呢，哎，这样逛，因为因为咯，太好吃了吧？哇，好吃，很嫩，好吃。面皮几次好像吧？伊肉啊，肉都清好食，醬油啊嘿，個唔會鹽，好食，嘿，個做的又香，怡娟姐，你觉得嘞？好嫩，好好吃啊。很嫩哈，连那个好梗细嫩逛都懂抡啊。对，东河先嘛，港五哥，东河蟹，按落些的呀，按河蟹的，按落些的哎，今天东小石头安用哦，青菜可以入口即化，不简单呢。抡到安尼吼，真嘅。咱其实他了按针对位还记得吼，一听了可以还给们也惨水炸牛了表现，马上就来进行体育馆的挑战喽。国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吹地寒天嘅时间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卤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试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哇！冇想到哦，一個傑嚟竟然做成抡都按用啊吼！好，來看一下馮翠安哪一個傑嚟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綠翡翠，綠翡翠。啊短哦，對，这么短的名字，而且聽起來就很高貴高雅。哈啊，这个不是从故宫偷来的哈。呢，現做給你看。好，啊，咱最近要帶來一個料理係嘛嘅咧？吉列五彩缤紛，哦，今日五彩缤紛，到底馬上馬嘅五彩繽紛哦。好，太奇卡有信心嗎？有。今天可以說是男生跟女生的大對決了。還有從這邊開始算。你們兩個不算，你們中性，你們中性哦。男生組跟女生組，都帶那一組做的樣呢，馬上來進行挑戰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快許快許。啊。這真的是男女大對決，你喜歡男生還是女生？女生，對。好，那你的好朋友是男生還是女生？男生，哦，所以都可以是不是？但是他喜歡女生。好了，那先去看一下你喜歡的。女生。哎，幹嘛嘅？呀，好厲害的感覺。干貝，啊，真用味的干貝兩種高級的食材哦，很合他的胃口。用斑狗。你準備凍凍骨油。哦。我剛剛都有哦。看到油啊。而家係先做乜嘅？先劈嘅，劈技巧，是濃狗，唔是鹽狗。唔是鹽啊，而是鹽嗎？哎呦，你就照他的做法，對不對？沒錯。很吧很吧。啊，你要水要做乜嘅？個水要嚟濕呀，嚟結菜呀。哦。哎呦，一盒唔會濕。嗯。怡娟姐，你的拿手菜是什麼？我喜歡吃青菜的時候，都很喜歡炒青菜，吃青菜。對。那芥類菜你會煮嗎？會，以前我都是用汆燙的，然後就是像我們剛才吃的用沙拉。沙拉。對對對。好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因為剛剛怡娟姐看起來很像貴婦的感覺。他們2位都是。好。你看，你講下貴婦哦，明慧姐就挑了一下眉毛，你就看到。被猜到。當然，讓人家稱讚當然是，炒毛就不應餓咯，當然嘛飯氣啊哈。哎，我們的料。你這個哈密嘅生木牛尾好看啊。係啊。這個顏色好漂亮哦。櫻花蝦。櫻花蝦。哦。一般吼，台這個煮料弄個用沙來。啊，我就按行業弄用炒薑嘛。哎，按樣田，我是想講，哎，按是先散檔吼。嘛個是啦，弄下模仿片，大部分弄我賣啲啊，用不卡，嘿，我不卡弄我用了，啊，我嘛個食材就弄肉，啊，我咪想講，誒，魚生散檔，啲種東西全簡單就肉，啊，基本我想講，誒，用客家料理就炒了，按就換了就好誒。明慧姐，你海鳳用會講到安好啊？誒，細漢就開始講嘅呀。哦，哎，好，我們先過去那邊一下哈。好，阿哥來咯。哎。這個是什麼？那個是梅子調味，所以裡面只有梅子醬嗎？還是有什麼？放一點醬油，哦，跟水，糖，這調味而已。那個邊個放開筍的呀？小白筍。哦，誒，梗係拍木米係嗎？白木啊。哦，醬油，調豬啊。其實我們童大哥他非常會做料理。你這你懂不會做？童大哥，你做廚師幾多年呢？做多久了？很久了，不知道幾年，不曉得了。很久。不會去算啦，哈。不會算啦。你有乜解？係咪解？誒，係真啊。係因為從個糖醋醬嘅感覺係冇？哎，差不多一樣，但是口味比較清爽。哦。不過今天沒有大火，應該比較。不會，沒關係，這個沒關係。
厉害。就是太白粉水，会拉薄芡的哦。哎，一拨都不得芡，才不会跑掉。今天有没有想要来报名啊？今天怎么想到会报名啊？哎，好玩了，谁来报名？我孩子报名的，哦，结果不是他来。他在那里他负责侧拍。侧拍的。哦。啊，水呢？水该水要怎么改？水啊，要烫那个烤白笋。你发现到该下公道该写出来，它是日版的哦。还有这个是百香果系吗？哎，那玻璃的特产百香果。我最爱百香果。还有 tomato， 有牛番茄，还有谁加的哦。系啊。哇，你有冇准备按多嘅食材啊？哦，我就顶下会做凉拌菜，好，啊，都五彩缤纷嘛，啊，对，五种颜色，哦，啊，就伫在南条给的食材，那拌起来，然后用个梅子酱，凉拌，都是涮口，嘿，啊，都是甜是冻好，哦，做好食的，应该拭目以待。好。上个团边吗？上吼，海家圈上个团，又然冇然，又然吼，所以团师傅边面开始一下。边面，然后先米干。立竿要建议哦。哦，啊，就伫在南条给的食材，那拌起来，然后用个梅子酱，凉拌，都是涮口，嘿，啊，都是甜是冻好，哦，做好食的，应该拭目以待。好。安阳天炒香耶。炒一下应该是好的哦，因为该烫熟的、杀熟的。系啊，该弄香诶，炒起来香诶，你看，你先散糖就会熟哩啊。来，啊，我个冰ramram吼。嘿，冰ram简单啦，散糖饮食东西弄较简单，唔会讲嘛冰嘛个。对。按怎么个日些空调你是到带散档啊？你真的住山顶哦？对啊。民和啊，你讲的山档就山上，不是真的山顶。一定要最尖的那个。没，哎，山档按好的，你看。哇，可以有懂真的按就好了。好，那这边 OK 了。系啊。好，那就关火，赶快关火。好啊，水妹看一下咱嘴。好。哦，开始烫了哈。哎，看，假白笋。小白笋，哎，对。你还有一道东西盲切哈，拢差不多会切好的啦，等下都时间袂多咯。好，切它还有百香果，该得按盲切啦。哎，刚武哥，你是做什么的厨师啊？做什么食物？那个白是客家小馆啦。哦，都是一家盟主啊。所以你对客家料理动了解了哦。哎，一道啦，某讲动了。你的最拿手的菜是什么？最拿手菜啊，我最拿手猪脚，跟客家小炒。一边讲一边做，时间袂多，可能来唔菜了啊。哎，该变水有做嘛个？要会变嘛个？它是要变嘛？冰镇。哦。木耳水木桶是桶的。白木耳。白色的吗？我这边比较脆的。白木耳是不是它会出胶质啊？哎，这个是青的，不是干的。哦。这个是生的。所以生的它也不会出胶质就对了。哎，不会。不会啊，哎，生的哈，要泡过水哈，才能用啊，这个不要，这个是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。所以阿英使全部的食材全部统过，啊个搅个酱汁阿英是好的，这是好。哦，他的朋友啊，啊用菜好呛些了哈。哎，吃菜比较好吃了，不会比较不会涩的。啊个百香果怎么改？应该淋糖果。我先打切那个，我切吗？点个，时间就到了。我切，你不用等，就一直做，时间到了。好来，好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铁管地肚，乃木凯米西烤好吃嘞。好。第一关呢，就是拿那个芥菜呢，用下来做料理。你呢，用炒的南水呢，用做冷盘呢，要拿来呀菜体的铁伞，都很期待。先吃热的，好不好？干贝超好吃。你
开始吼用动作的时间来去别个干贝啊，还有那个虾米、哈米啊，还有那个布啊，难怪安样。哎，前面还没有加调戏啊？有啊。好香就就是在蹦饭，真好吃。呀，蹦饭，这个是蹦饭的菜。对，对。啊，你们觉得嘞？安罗系列啊，有香了，但是很好吃了。哦，有香了，但是很好吃。我想说你要转折合动来嘞，啊，刚五哥嘞。就香就辣辣，真好吃。好，来吃吃看蓝脆喽。好，大家来吃吃看哦。好。哇，好吃。哎，原来头开手干摸冻合的啊，哎，都是酸酸甜甜的，全部是我们南投县的蔬菜。它那个调的酱好好吃哦，很清爽。你知道嘞，明慧姐？好食个开胃，热天食了吼，真顶调，真好，真香。雨娟姐，你觉得嘞？觉得如果是夏天这道菜是很开胃的一道菜，很清爽。对，当然酸酸甜甜的，好好吃啊。刚五哥是干没公款？当初为现在五彩缤纷，就是除了南投在地的食材，啊，就象征讲南投做多彩多姿、五彩缤纷，做焕一样。哇，这个菜哈，菜名还没有想法了，希望哈所有南投的人哈都生活也就五彩缤纷，很多元。它是比赛等级的。哎，好，竞争喽！马上呢，先来抢起司夫抢分数。咱随一份，也下再接再厉看一下，愈准备愈师傅抢分数。2分。好，来起司夫抢公平。好，咱某不两片是正常落去，真紧调咸的啦。嘿，真紧调咸，像你底下炒个调节时阵，你有洗过吗？有洗过。不是不用了，都按过多洗几次，让把那个该咸味再把它去掉一些哈，是不还好好啦吼。啊，两片也上爱是来讲吼，给你改啊调到拄好，啊是都味道都调得动好啊，所以应该分两片。阿斌哥。伊最后是讲，爱是落酸甜中咱开胃，然后伊就用政策落去配动式的比例，迄种就冻多的干贝，其实硬呛出来，不过你啊其实做得好倒一点点，可能会本来你俩冰，可能就会倒冰一分，因为你是不会暗憨，莫是讲干贝冰好少一点点，变成你用该穿不穿的憨的梅头，变成是梅头会冲冲掉这样。难怪果然吼，龙沙系本那个哈种红梅是就封门果啦吼。就老你讲哎呀，出会有蹦饭之类的。等一下你们要是要了一碗饭，你绝对会夹我这一道菜。好的。好啦，唔讲唔怕，也下去踢管听听，三下来你就可以下，入面起师傅我拿下嘅吉嚟吹，边发出嘛嘅四个料理，我来搞开始咖喱。种葡素卤菜。好，今天呢又到为啊起师傅的表演的时间。其实你的料理啊，得到网络上很多回响哎。真的吗？他想我有上公用的粥哎。其实动作的来宾系为容易料理来耶，对吧？是吧？大家都看到。他们都是苦恼在于你跟卢师傅的摆盘都太漂亮了，所以今天的菜名先介绍摆盘这样。啊没有，这跟菜色没关系。菜名系嘛改啦，第二周改。风景给了蔬果卷。风景系咪就代表就金箔？金项链。没有。风景系个蛋皮、龙皮啦，所以又来，还有嘛改？还有改，有嘛改？给了，你还有蔬果哈，蔬果。你两种系嘛改？你还有嘛改呢？甜菜跟牛乐眼。牛乐眼，没有上嘞哈。那个油花蛮均匀的。菜条。还有海苔沙拉哈。好，我先开始，一定要先同料好嘞，要切吗？50切，一定要先来煎龙皮好嘞哈。我们今天在现场，严格说起来，是有2个大厨在蓝队，还有2个是妈妈的料理，最棒的味道都先从哦。所以大家有嘛问题，请马上来提出来哈，马上跟我们提出来哦。有8颗眼珠子，这样才能教学相长。好，来夹夹哈。要给乱皮牛的剪，我们要看好了。哎呀，问题有没有安带啊？龙皮要煎到跟嫩又要合带点变下去哈。好嘛，
中间放下去，转转转。转。哇我捡起来吗？未做得捡，做得唔是捡哈。哎，有等你我都底度加油。嘿，未做得。那你这个卵皮就线挑米吗？冇。原味。哎，原味。是表年好同的。哎，师傅，你没有全部放下去。梗係啦。像个煎卵皮嘅時間唔是扁面哈。未做得扁，做得唔是扁啦。你上個同扁麼？上吼。大家穿上嘅款。有人有冇人？有人哈，所以我款師傅扁面開始一下。扁面是走咯。扁面。然後。好了，好，大家。哦，菜出來了。哇，早上努力家，哎，漂亮啊！喺度開始咧幾多？紅豆以後變一下哈。喺度先鋪張保鮮膜。哦，這個盧師傅有教過，等一下也要這樣子，對不對？係麼？MD 呢？MD 的了。MD。哦，剪到1號款哦。1號款哈。絕對比你剪的好看。他說你剪的1號款，聽聽呢。一定要紅豆姐哈。這帶着一種傲氣。兄弟之稱讚。他有把你當兄弟嗎？有啊。會拖累了他。好兄弟。等下先瀝乾。瀝乾要建議哦。好，動到聲音啊！係啊，同埋用音哦。懂咩聲音？係啊。好了，七師傅都緊張。緊張，同意來講點有冇人做的？要沒來吃過呀。今天為什麼會準備個那個是甜菜跟那個菜頭啊？蔬果啊。可以換對不對？兩味做得做菜，但奶素未做得鹹。鮮內瓜未做得嘛？做得。哦，等下甜呢？哦，凍簡單哈。外圓內方哈。挑什麼？還有因。哇，這也是低脂餐呢。嘿，做得。你從家實在你未做得用素的沙拉啦。安加落魚肉是不就不是那個低脂餐的？開時間咯。好。最請用拜嘅。我教一下嗎？也有啊，哦。那安尼。那等下強下肩。哦，等下強下肩。哦。又好多咧。又好多咧，強下肩嘛，嗬。強下肩。傾一下。我拉一下係嗎？保鮮膜。我拉一下，有保鮮膜要啊，拉一咯。啊，傾下轉，啊，傾下，傾下，翻轉來。不過師傅，因為而家地北都有那個海苔啊，我哋也會出水，那個水呢，哈。係啊，這樣爬哈。所以我才該看跟那隻鞋，所以從那重創，哦，當佢塑形一下。哦，差唔多會好咧，等下切好之後是做咧擺盤的，加冇問題哦。係啊，等下是好咯。因為上到地北做咧爆物嘅東西嘛。啊，上盤都會用悠嘛。因為講頭咧係好切嘅東西啊，你像水梨咪做得啦，哦，菱果啊，那條水果咪做得。那邊邊怎麼辦？邊邊係啊。現場試吃。應該不會是你吧？日沙日地，誰冇煮青要誰來煮西日沙日地，對不對？是嗎？哦，來擺盤點不要理他了，對。忘記到了，忘記了，蝴蝶變咗來了哈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。好。哦，你會切獨河嘅係嗎？2。哇，大家沒猜對，真緊張我們的色嘞。係，切到地啊。3、4、5，好，總共5地係嗎？哇，全部擺咗時間用。哦，很紮實呢。漂亮。用醬啊你哦。啊，難怪有甜菜根啊，因為剛剛這個給的啦，係嗆色的，或者風色都好款。它裡面也可以放水果，是不是？對啊，可以放哈。看你喜歡吃什麼。啊。哇，好漂亮。正經就黃金嘅感覺呢哦。黃金給了蔬果卷。安陽就好食咯。好，你要找誰？
两个你要选哪一个？啊，比较年轻的师傅来做。哦，比较年轻的，比较年轻的，火药味很重哦。好，大家看伊来是本的上瘾哦。题目可以嘛改？这个选该给了的 CJU 啊，用半音判断见软土嘞。A 嫩芽呈翠绿色 ，B 嫩芽呈淡青色 ，A 哎 B 嘞。不能讲答案哦，先来猜拳。好，猜拳。好，来，我们这边派谁呢？怡娟姐还是明慧姐？谁比较会猜拳？好，明慧姐来亮。好，好练哈。剑斗伤头部。啊，你输了。来，明慧姐讲，你还答案是吗？我还有机会。来 A 呀 B。 B 哦。好。他拍他们选的是 A，来。好。淡青色跟翠绿色，好难分辨颜色哦。因为都会呛色的。选 A 啊，选 B， A 选 B。好，淡的嘛哈。拍好，好，看一下到底答案係 A 也係 B 咧？答案是 B。耶！好，怎麼解咧？还有卖给嫩芽的部分呢，呈现该淡青色为佳哈，代表刚刚萌芽的特别鲜嫩。给的颜色过于翠绿或是尾端泛黄，则代表下落。粗的纤维好多会影响口感，所以答案是 B 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没关系啊，刚武哥还有这个董大哥，你们那么会做菜，先让我们吃。你们学了回去店里继续卖这样子。好，啊，莎莎老师的，哎，肉粉哦，你係水太地咯。你不能吃哦。我你忘了哈。对，你可以。我是肉粉地嘞，你算不？刚刚好。土猴哦。土猴啊，很惊讶吗？哎，有一点点。琼俩地北图因为有沙拉，所以不是加酱哈。是哦哈。有没有人要示范一口吃啊？你吧，那你一口吃蝴蝶。来，你来念哈，唔好讲你吗？让大家讲，你係真正做唔得食嘅東西哦。你一個 get action。好好吃。你真正一口吃啊。跟你包起来够黑旺啊，发现到年蛋给了出来它的那个没有白白的那种胶质，吃起来更明显。而且呢。葱點起碼㗎，你知道嗎？伊搭配啲卵啊，還有嘅海苔叫我熬落去嘅時節，咁面頭就唔可以講有啲人講怕食給出深深的感覺，你就有那種調味，而且那種是吃巧的。因為有啲人可能會講嘅菜味太重，可是加個卵皮哦，可能它比較綜合一點，係咪啊姐？佢兩皮吼，見到動香，啊是咧個素香。哈，啊老娘回頭個醬菜爆去了哈，咁我簡單就該應用個個香，哎。那以娟姐呢？平常我不敢吃甜菜梗，因为我怕它那个味道。可是今天这样吃，我觉得吃不出那个甜菜梗的味道。真的？对，這個就是師傅嘅用意。變成很好吃。所以真正好食的哈，很好吃。真的，阿盧師傅你知道咧？一隻咧，係啊，看來做飯咪凍嘅，但最重要係色香味。先木是可以來配到凍紅嘅，有黃色、青色啦，後甜菜根有紅色啦，白色嘅菜條有香味是軟的香味，梅頭是來是凍清甜的。那你覺得捲的好不好？跟昨天跟凍質係啊，有學到了。有啦，阿明就姐你知道咧？這個係比種的好食，又較清爽，因為美乃滋裡面冇加個豆青豆啊呢，而且含一個蔥點你就要薄一下，就會呢水裡下特別嘅出啊很嫩，因為我剛才去到那邊肚後都會逛，逛的部分超嫩，超級好食的。你來到也特別一定會吃吃看吶，也可以在家裡面吃粥哦。不過呢，紅隊要加油了。係就食飽咧哈。對，而且有啊。而且拿水得到2分哦。我們如果要反敗為勝的話，等一下吃食也要得到2分哦。好。睇下跟我加油嘅哈。加油！馬上就會進行最不迷關挑戰。料理逢6點。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3點完成種葡式實天愛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粉粉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水來上菜嚟。啊，到嚟
6里逢强灯、逢6灯的时间，其实观众朋友们都会想讲，哎，他们也有一些创意，也想要给我们建议耶。对啊，哎，有时候不用听了。写信本来你参考一下。对，放一些巧克力啊。啊，巧克力没？我喜欢吃的啊。像我的话就会放盖雪佛啊、鸡冠呐，猪大肠啊。自己笑很现在看他今天的哦。彩面系嘛嘅，说不定可以放巧克力。来，我看他。不会吧？你俩好诶，照烧葱肉卷。照烧葱肉卷不会有巧克力了啦。牛系嘛，也系玩葱了啊。照吧，放饭照。牛啦哈。卷。看个地位都有嘛个哦。好，来派出代表猜拳。谁心脏比较大？我们先换怡娟姐好了，刚才明慧姐哈。好来，我们刚武哥哈，心脏够刚武，来。对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怡娟姐先来。圣贤。红色。哎，等一下，红色吗？啊，对。好，那我数1、2、3之后打开来哦。好，1、2、3。哇！不错啊，杏鲍菇算很友善，算很友善。来，站回来。谢谢。好，心脏够大颗吗？等下杏鲍菇要怎么卷啊？就分开来喽。烧杏鲍菇不能吗？不能把卷拿掉吗？嘛，其实和体育本 Andy 吼，刚武哥没有差别，因为第一走大厨师嘛，对不对？他们2个都大厨哎。那地雷交给你喽。地雷交。好，1、2、3。你最爱的。这个地雷，这个是虱目鱼皮吗？哎，不错哎。还可以啦。可以很好吃哎。但我们杏鲍菇也很棒。好啊，确定一下，这水母姐家还有牛啦哈。不一定哦。 1、2、3，鸡冠。好大袋的肉哦。好大袋呢。这个不煮有点浪费吧？通常用1人1半。1人1半。走对吗？走对吗？对。嘎摸的啦。好啦，开心啊，就拿这，我觉得我们的色彩里面不差。有想法的哈。有想法吗？没有。有啦，可以啦。等一下还有厨师天数来60秒。没问题。问题。好，马上来进行挑战喽。好，这个掌声是给自己鼓励的。嘿，不能这个，那个鼓励一下。照烧葱肉卷，还有牦牛除了牛啊的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会 Q 哈来挑战一下，一定可以的，拿出两个基本鼓一听就对。大家有信心吗？有。比赛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好，可惜喽，可惜。哎，你刚好去讨论到啊，那个你们的牌子大概什么时候用？有想到吗？我们现在看起来还好，还是你们没有用到给我们？哎，你们使用，我们还是要来互相交流。刚刚讲说抢高一下啦，可以吗？哦，做对啊，好，其实可以，可以。这个切丝，切薄片，切薄片，而且夹个薄要够卷呢。我在想，这样怎么卷？对，啊，要烫一下，烫一下的时候，它才够软，一口卷就好。好，因为我葱烧，然后这些有一些步骤我们用炒的，切薄哦，懂破哦。好，但夹个水滚呢？哦，水滚的哈，好。各位做的，记得做的口梅哦。哦，来，安永兴，我哋安永兴，我哋用沙吧，係，你用沙吧，安尼。好。莫使用等一下长过来看你好吗？好啊，加油哈！又动手咯。哎，我记太好哎。两片看的东西冇用了，你还油，你还嘛该？这是什么？酱汁。什么酱？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那照烧的酱。那就有加什么东西吗？哎，酱油、米粒。哦，酱油跟味淋。米酒。哦。哎，米酒哦。来，那谁管呢？好。好啊，等一下该煮会放嘛个东西，放咧鱼皮卷，煎好了呀，煎好了。哇，那这个厉害啊！我爱看该粉，你就准备粉来做嘛该？等下会弄掉粉啊，会那这样落去炸。啊，等下该菜头会用到吗？有，那切好了，看到。我比较想知道那个照烧酱的比例啊。酱油1，米粒2，那个米酒2，水2就可以了。哦，全部都厉害！你们也是按钮做吗？差不多啦。昨天告诫下观众朋友，你怎么卷的？你有慢点呢？一个尾线吼，要收圆圆，嘿，一个尾线按牙签
滚落去，跟按都袂焦咧，都袂。这火不要了，太烧了。哦，太少了。啊，你今日奉献冇學一下陸師傅咯，戚師傅嘅奉獻咯。等下請主廚來幫忙。對，快是你們主廚給我們看。啊，打鬆哦，幫忙打嘴鼓係嗎？用60秒，示範你們的做法，這樣。差不多係咁樣啦。對，差不多係嘛。好，我們先趕過去咯，好。哎，你點龍渣的哦？哇，有啊。點龍渣哦。我說我藍隊。會不會太長？龍渣。對，安尼熱後，安用先熱後。可是你這樣直直的，冇辦法煎起了，應該要綁的吧？對，綁吧。嘿，好好煎啊。要不要是水燙一下？這個燙過了，因為我在想要調醬的話，好吃不好吃再調醬。我待會會這樣子，然後冇事，你做啲本師傅示範嘅熱到龍渣，啊，正好咧自家做，沒做得啦。你有沒有想過杏鮑菇地粉如果控杏鮑菇咧？因為你倆種批啊，係啊，啊杏鮑菇你肉啊用炒啊就會香啊。我加油哈！我加油，我加油。哦，還有就辣嗎？注意時間哦，有時間可以的哦。可以。好。那你炒完，我們等下回來，我們再來看這廚師幫幫我，好唔好？停停落，停停落，一定要掌控一起炒的。那你要用廚師幫幫我嗎？要。好，他把它壓住了。我們看看他用在哪裡。好，看一下。你要找誰？兩個，你要選哪一個？啊，比較年輕的師傅來做。哦，比較年輕的，你火藥味很重。哦。你先想一下。好來。技師開始。哎，忙，忙啦，忙，已經開始，手在動了。唔怕啦，哎，你給60秒後，那都會打嘴鼓啦，來盡量聊，有什麼好聊的？開一下話題吧，各位。因為你蔥要切好蔥啊，所以我會用啲麵來煎啊。哎，假是香蔥做啲剪剔哦，又剪豆哦。師傅會剪嗎？唔是。你都等下鋪好陣，嚟切起，邊啊切起，對齊對不對？切起鋪嚟之前，佢還沒熟。一定要等一下鋪開自簽哦，現粉哦，免粉哦。我在想，我們等下會不會遇到一樣的狀況？是很難搓，是不是？60秒。啊，我倒熟的啦，師傅。洗上你嘴少哎，留下賴給2位。啊，時間冇了啦。哎，這個真的太難了。互相交流一下，利用最後的3秒，趕快。沒有啊，沒了，好了。好了，謝謝師傅，謝謝。係要時間的吧，是做得應該啦。你發表一下感言，要不要？沒，啊，記得說走嘞。好了，我覺得這邊已經10拿9穩了，去救一下我那裡。哦，大家都看，商業想法走了，冇聽錯嘅答案啦吼。啊，重點讓它上色，讓它上色。差不多。照燒的精神就在它的醬。動好。謝謝師傅啊，謝謝你啊。沒了，好了。好了，謝謝師傅，謝謝。係要時間的吧，是做得應該啦。你發表一下感言，要不要？沒，啊，記得說走嘞。好了，我覺得這邊已經10拿9穩了，去救一下我那裡。哦，大家都看。哎，我們已經有包了一個完成品，你還有炒紅黑哦，但是會散開耶。哎，我要請廚師幫幫我哎。我覺得我們如果會包，我們先包，我要卷，所以你先包好，因為搶師傅都會挑腳。好了，我覺得可以了啦。可能的，走對了。哦，開始越來越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再卷一個。好，廚師先來準備一下。好。哦，狂雞龍叉愛用走，好有那種家庭代工的感覺呢。來，大姐，兩位太近，來，先講廚師天數矮。廚師天數矮。好，你覺得誰比較年輕？不要亂講，來講那啥，你要先罵啥？愛先，戚師傅，好來。好，戚師傅來。來哈。要看好了。慢啦，我先看一下用半音啦，係啦。好啦，我看一下。還沒，先讓看一下。我皮下兩乜嘅東西。魏玲。係啊，冇啦，皮下個。2係啊。2。你係乜嘅？頭先個好友係嘛？個係啊。好，是的咧哦。係，我看一下看啦。好慢啦。好，技師開始。你等下再改，點樣水？看好。
其实你玩一条线跟杏鲍菇要切好冲掉，好冲掉是好尖的。没有办法，它太短，我们拿到就那么短。哦，伊老挑该节末切切，真正切片是会好冲啦。把你要酱汁用，你等下10分给滚，哦滚。是味道。好吗？ 30秒够你的哦。我要知道一下，照烧酱最后是淋上去，还是要下起来一起淋上去就好了。因为我是怕正常是要下去煨一下，是因为它现在已经，我是怕它跑出来了。散体啦，我倒数咯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基本上不给上色去好嘞哈。最后面吧，最后面吧。等下，不是最后面上去之后再放那个上去。奇怪的手语我听得懂。哦哟。啊，走对了，是对的，是对的。哔。继续走吧，哈。照你的想法走啦，莫听错个答案啦，哈。哦，好。重点让它上色，让它上色。差不多边边。好，不要弄散哦。但是酱味，等一下喊我淋上去嘛。这样子淋上去。哦。这样会软体的，怕它会软掉了。哇，有点厉害，有点像车轮呢。有哦，等一下给拍马上要加落去，系吗？要做嘛？好。好，是差不多了没有哈？差不多。好。好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有试试看那最杯面一关，奈布卡张系列太重福嘞。好，那最杯面一关呢，太起家都出到无强的色彩，都有挑战，唔好看一轮呢，两组都算系完成任务喽。系啊，动好动好。好，来吃吃看你的照烧杏鲍菇葱卷。虽然看起来白白的，好吃哎，好吃哦，好香哦。又是在切东西系嘛嘅？落杯咧，菜头。哦。真嘅懂好食嘞。而且蜜头有用一批都底路哎哈，有满意吗？有。意想不到吧？对啊。一开始应该想说赶趴会猛拍成功。蹦出来感觉酥脆香香的，尤其那个照烧的味道，蛮好，很搭配。你遐酱系七式辅调。师傅。哦，还有在摸干嘛东西哈？摸弄师傅种。师傅做的真的很好。真的吗？嘿啊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照烧可以冻好，因为照烧就是要夯甜的。2位大主厨，不记得有公平呀。哇，好吃，他们很脆，很清爽，很脆。谢谢。很清爽，很脆哦。对。跟五哥，该杏鲍菇 QQ 嘛，前头冻好些的。赞。好吃哈。好，换吃蓝队的，蓝队也做的很漂亮。对4副菜哦。好，谢谢。来吃吃看呐哈。好。看起来是冻素哦。哇。爆汁，很好吃，姜没调懂后。你看这头真劲系串烫出来耶，这真的是餐厅菜，很惊艳。来听听看明慧姐吃到嘞。鱼的香脆香，肉皮跟鱼的皮又剪到软软薄起来有冇？削起来就亲就跟吃跟牛肉感觉，像牛肉卷那一种感觉，还不错，香。怡娟姐呢？我觉得我第一次吃到这样，我觉得那个口感很好吃。对啊，口感也不错。因为皮没做的咸哈，来自己讲评一下。该酱很一起给它挑的啊，对不对？他叫我怎么调的？照烧的精神就在它的酱。冻好。好，谢谢师傅啊，谢谢你啊。好吃，真劲浓厚生。紧张的时间都留，马上来评分呢。先向起师傅抢分数。哦，等下看一下，陆子明、陆师傅。3分。来，起师傅抢公平。因为不良便宜话，我想发现吼，而家提白做杏鲍菇做到安样熟冻好咧，记得酱没挑到冻好，又糖爱把又下去煨它一下，它的味道才有办法吸到去啦。两片真差多给个人口味啊，我想给它照烧酱有点重咸一点啊，因为做在用通绕水拢做得，就是真差多安用饮品啦，是吗？陆师傅，我的面粒
两片成手动，咩手动肉，硬粒硬手动个包菇，本来是冇好做咧，但是像你捞了的底部的了吼脆条啊，捞个包菇寸的切做，一条一条像葱那样的，变到好好饱，唔会讲全部切油油，迄个冻难饱，回头紧切开个冻难饱样的，迄做了是会变到散散样，但是梅头算以后啦，嘿。啊，按你两片肉嘛，按一下嘛。一边迄个。伊主要係叫破果，叫破果東西嘅，伊是動物做嘅醬料，所以醬料當會做到嘅唔起啲味道去。互相交流學習啦，吼。好，今日比賽結果已經出來啊，吼，藍翠得到3分，馮翠得到1分。恭喜藍翠，哇，得到吼加出去3000票。好，今日呢，馮翠妹有禮物咯，得到下嘅。5萬陽光嘅不粘鍋廚具6件組，恭喜！恭喜！好，兩下都問兩下哈。西聰哥，跟大家講一下今日來參加的心得跟感想來。哦，很高興參加得獎了。謝謝你們來我們南投哈，都讓舉辦這個比賽很好，謝謝你。也可以讓自己大顯身手一下，對不對？對。哦，你當飯是做啲食堂你做嘅菜哦，吼，謝謝。謝謝。啊，你一下問一下江湖哥哦，老大家分享一下今日來參加嘅心得好冇？好。感謝對朱先生啊，龍沙大廚吼，啊，今日學到咗多嘅，來用這條做出心得啊方法，我感覺。收穫很多啦，都是感謝大家，謝謝感謝。啊，航班哦，假使航回來哦，先讓大家講一下，要幫你們安排再難一點的對手，好不好？因為叫龍沙挺厲害的啦，吼，恭喜！謝謝。好，上下來談一下免費期要不要參加心得，跟大家講一下好不好？真歡喜來參加咧，一家煮啊煮菜料理，福到真多，啊如果食到好食咧，機會來的，羨慕你，恭喜！怡娟姐幫你嘍，跟大家分享一下要不要參加心得。參加這個，我覺得第一次體驗到，我覺得很快樂，覺得快樂，覺得很好玩，很快樂。感覺你在旁邊做料理的時候，也很融入在其中，一同歡喜啊。對啊。下次再來。好，對，謝謝。繼續來挑戰。好，今日呢，正一同歡喜，漢得來到水裡體拜哦，就做得有唱到大家，聽下來都要到別了高流廚藝啊。而且呢，重點係剛剛你看下的菜色，我們也突破了自己原本的想象，編發出新的菜色。而且呢，今天徐師傅教我們一道新的菜色，大家都不卡都做得來，好看哦。係啊，雖然吼了解係體熱擺來到水裡兩片吼，不過假使很有機會，很做得來哦。歡迎所有水裡嘅朋友繼續來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依家蜘蛛電電台自家 Q 下來挑戰來學習，等你來報名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